台南市的北门区即马嘛是赶紧咧收蚵仔，就是惊落大雨会去影响到成长。因为7个月龙山宫让47栋要搁做旧，煞去撞着风台，煞紧甲布置好势蚵仔拢总拆落来，毋过牌楼也是互风扇一个倒落去，高平嘛万家大。风台就入要来，天拄啊光，台南北门的蚵仔农就载着满一船又搁一船的蚵仔回来。像我们这边刚开始才在采收期啊，有时候风太大，蚵仔也是会瘦啊。那个大潮，蚵仔也会瘦啊。我们最怕就是瘦啊。风台来就伊会加减落去啊，若落雨就伤多，嘛会死呢。虽然当地是死湖的地形，却袂惊风台的影响，但是就惊雨汛大影响生长，赶紧采收会当收成的蚵仔。强风一直吹，工作人员赶紧将外一边的生蚵仔对弹顶面拆落来，以免强风甲吹转去。而另外一边是搭28尺悬的高坪，嘛决定暂缓无要搭。台南7股龙山宫连日来拄啊无用伫准备超过47栋的第三厝的建造的活动，但是拄着风台来乱。因为风台要来，足惊甲这弹吹歹，所以阮即摆措施除了加强，佮甲一寡数方面较大的物件拢会拆掉。然后找时间去来安装起来。不过，接近中昼的时段，建造的牌楼是不敌强风吹蚀倒去。龙山宫这厝的建造，有股开了超过3000多万，也有重头戏抢购的活动。但是风台来袭，甲牌楼吹倒去，后续嘛只会使等待风台过了，才搁准备新的。随着风台是要来到，台南市有股适合暗时6点以后，上大的阵风会当达到8级到9级，民众都要小心来风台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